美丽华企业工会发起罢工，对10日开始，甲单已经一礼拜。工会讲，公司毋但无要进行劳资协商，而且佫开始假批通知员工放弃头路。昨昏，工会是派2个代表去劳动部提出不当劳动行为裁决申请，嘛讲因的抗争会继续。 甲裁决申请书交予劳动部，17日天，美丽华企业工会派出2个代表讲，美丽华开发公司10时开始寄解雇令予罢工人员等等，是不当劳动行为，要求劳动部裁决。从我们的罢工行动自5月11日开始展开，那我们的参与罢工的会员就陆陆续续的收到公司的存证信函，以旷职3天为由直接解雇。 第一批寄出来的应该会有11位同事，那后续的话应该断断续续的，只要你有参与罢工，他应该都会寄出来。目前为止我知道的应该是在28到26中间。美丽华企业工会因为公司分割做3个事业单位，所以对咧改名甲修改章程。但是公司无要承认这个改名了后的工会，工会表示改名甲修改章程的动作。 拢是按照劳动部长柯明春的指示在行，但是公司煞无要承认，而且公司嘛无出席10时的协商会议。在那个新北市政府劳工局，有安排劳方跟资方的一个协商，那但是呢，他当初时间定的是3点钟，我们大概差不多2点就到了，然后再一直等，连局长他们都在等，到3点钟还没有出现，他们。 劳工局他电话联系的结果，他们就是不出席。劳动部回应会启动调查程序，但是雇主真正有违法，会来裁罚。新北市劳工局18嘛会召开第2摆的协商会议，有要求资方就派会使决策的人来出席。美丽华开发公司副总孙世雄回应，工会是违法罢工，所以公司才提出解雇令。针对18第2摆协商会议敢会出席，美丽华表示，因为疫情又搁伫咧研议。记者问到第1摆协商会议哪会无出席，孙世雄回应，这点并无清楚。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。